会讲土味情话吗？土味情话不会，因为我觉得很尴尬，超恶心，超尴尬，怎么会想讲这种话？但我蛮爱跟我女朋友讲土味情话的。真假的？他不会头也不回的走了吗？她会把我按在土里，让我知道什么是土味。你会讲土味情话吗？我一直很想学，可是我一直讲不出来，我没有那个智慧。我可以提供你一个，你要试试看吗？好好好，我最喜欢听这种东西了。我是9，你是3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除了你还是你。哈？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这年头现在讲土味情话也要会一点数学。Oh my god！ 不是，我很常遇到就是别人跟我讲土味情话，可是我 get 不到，因为我觉得很深奥。就是哈，你刚刚讲的是什么？哦，原来你刚刚在撩我哦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那你可以再讲一次吗？我可以给你情绪价值。